2022年，台湾爆发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欠粮的危机。到今为止，这个代志嘛是也未完全来解决。饲鸡的农民讲，去年底全台湾的鸡农卖砍的饲料的成本起上悬，所以因强迫鸡仔食换毛，无爱互鸡母来生卵。加上禽流感作乱，鸡仔食大量死亡，安尼结局就是大欠粮。而这个大欠粮的背后，政府的调度是毋是失灵了？产业界佫是毋是愿意下定决心改革转型呢？而欠粮的背后，咱毋知影的真相。华视新闻团队亲自追踪，入围第21届岛月新闻奖的第一篇深度报道奖。由这个作品，咱佫来看一届。我成本袂好啊，袂好我就换毛啊，我不爱饲啊。那个就是一颗完全不健康的鸡蛋，这母鸡的健康已经出问题了。健康的鸡有健康的蛋，也能保障消费者买到的蛋是安全无虞的。产精进了，那销也要精进，消费者其实就是一个最大赢家。紧张不安的家母，前伫真矮的人仔内，一看到青粉人接近，就直直叮当。伫屏东内埔的这间鸡条，规头脚拢是白色的鸡毛，就敢若是白色同款。2022年，台湾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欠粮危机，产销环节都未出问题。记者伫屏东鸡农林志强的带领，要来了解欠粮的残酷真相。去年吼成本较悬，袂好，我即马就人换毛啊，即马今年多开始生啊，这都我换毛过啊。鸡农咧讲的换毛到底是啥？简单来讲，就是互生卵效率较歹的老鸡母，唔占啉将近2礼拜，这个鸡仔摕来分泌结束。安尼做法唔但会当省真侪饲料钱，一个月了后，老鸡母都有高效率继续生卵，增加产量。控制成本的非常手段是产业界公开秘密。在现代化的畜牧里面，农民就会认为我不给你白吃白喝，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采取的方式就是他采用7天到10天断食，更严重的是连水都不给他喝。那这个时候就加速他的整个体内的循环代谢就变快，然后赶快经历那个换羽期，然后接着他就会进入另一个产蛋高峰。这就是较老的鸡仔生啦，因为伊生了一个阶段吼，伊爱抢出换毛啦。若无伊的卵较袂保啊，碰到这个特殊啊，伊就破去啊。在这种强迫换羽的阶段，一定会有1/3的母鸡撑不下去就暴毙死亡。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愤怒也最悲伤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完全只把母鸡当成产蛋的机器。残酷无人道的强迫换毛，在台湾两鸡界已经有几啊年。2021年底。全台湾的鸡仔农甘愿冒着鸡仔有可能死去的风险，做伙安尼做。问题就出伫饲料计数起价伤寒。对去年这饲料1公斤10块啦，起价15块啦，真正起40%啊，阮哪会好啊？一只健康的母鸡平均1年可以生下290颗的蛋，现在呢，像是这样1颗鸡蛋，在市场上却是一蛋难求。用林志强的鸡条做例，25000只卵鸡原本大个月饲料费需要130万，强迫换毛的期间，至少会当省1半成本。农历过年进前，大量鸡母停产，变做全台湾欠粮的原因之一。阮一个月生产的吼，差伫150万啊。饲料嘛，所爱伫130万啊，阮哪有啥物赚？因为我成本袂好啊，袂好我就换毛啊，我不爱饲啊。因为欠粮的危机，农委会甚至出面呼吁，互较老的停产鸡母重新加入生产。不过记者锁伫饲鸡场观察到这个特别的景象。怎么那么软？表面看起来真薄，一个网就敢若是消气的倒球随猫落。眼睛只拿羊毛特别的鸡卵，红叫做是卵壳卵，是稀型卵的一种，显示出鸡母的健康早就出状况。那个就是一颗完全不健康的鸡蛋，就这母鸡的健康已经出问题了。母鸡其实已经没有钙质可以动用了，
今天只要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很大的爆破声，这个也是紧迫，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产生出这种等于他其实制造不完全的这种软壳蛋来。野生鸡母一年平均敢会当生10到15粒卵，不过为着满足人类的食食，经过基因汰选的卵鸡，平均一年会当生300粒卵。长期身心状况不好，鸡卵质量变调，出现惊醒。研究指出，就是当你用强迫换羽的时候，母鸡因为非常紧迫，这个时候它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提高了，然后也感染到这颗蛋的风险也提高，这些鸡蛋最后流入哪里？还是我们消费者的口中啊。这件事情再说一次，你不尊重母鸡，不尊重动物的天性，我们不可能有好的畜禽产品。1970年代到达台湾鸡卵采取统一报销制，卵农敢若需要负责生产，卵商则以统一价格买来销售。产销看起来维持平衡，不过事实上煞稳中现机。通常这边都是放满了鸡蛋，只是现在都拿来放杂物。因为现在缺蛋嘛，那有些蛋农开出来的价格会比较贵，甚至是超过我们批发价的价格，等于我们蛋商赔钱去收蛋，回来卖给消费者。报销制度之下，卵商要负担运输和处理成本。根据业界行规，过年期间业者嘛向卵农用比半价4块高一价红半价来收。当年洪稳准的潜规则，让卵农认为洪白下，引起产销对立。因为我们是过年不休息来帮你们做处理，那如果我们蛋商不做这个处理的话，蛋农的蛋就是囤在那边。蛋商伊若讲要起价，伊就要起啊，你政府无法度啊。啊，若讲要落价，伊嘛讲要落啊。我们跟你收的蛋，如果过年前是一个价钱，然后过年后已经降价了，那我过年就不能卖，所以这是过年中间的一个价差。我是希望讲会当政府出面建立一个平台啊，或者鸡卵会当透明化啦。莫讲卵商讲要起偌济就起偌济，要落偌济落偌济啦欠卵危机愈来愈严重，卵商卵农针锋相对。那大家也一致决议，希望能够把红盘价这个名词能够废除，由农委会在未来能够建立一个鸡蛋在春节期间合理的收购价格，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协调机制。农委会撤销传统报销制度至少万11年，2011年监察院就要对农委会提出纠正。监委指出，台湾鸡卵产业伫报销制度运行，各个机制欠明确的基础。新春红半价计数伤低，常常互卵农怨叹。产销失衡，农委会确实有疏失。现在应该赶快来彻底解决问题，整个产销链好好想想契作的机会有没有，然后蛋商怎么让它转型，让整个产销机制能够更能够被预期。2022年，北台湾发生史上上严重的欠卵危机，消费者小济买的背后，你唔知影的真相，互人唔敢相信。最新消息要来看到的是，彰化竹塘乡呢有一座蛋鸡场，现在确诊呢高病原性的禽流感了。养鸡大县彰化县在1月3号的时候，先是爆出今年首波疫情。根据农委会防检局通报，去年9月到今，因为为着高病原性禽流感，全台湾超过34万只鸡仔互扑杀，其中卵鸡超过5万只，损失真惨。禽流感也只是原因的之一。大概爆发的场数大概5场，禽流感也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实际来看数据，禽流感的疫情集中伫云林、彰化等等中部县市。彰化丰原扑杀数量超过92000只，是全台湾冠军。第2名同款是彰化，大城乡扑杀超过43000只。记者实际去问几位彰化鸡农业者，拢闪避这个问题。禽流感实际疫情到底偌严重，变作袂当讲的秘密。新闻要安怎过啊？因为这是正常，咱也嘛会感冒啊，这问题拢一直拢爱啊，所以嘛无法度讲要安怎处理啊。禽流感疫情，农委会敢有掌握？防检局针对全台湾2鸡场采检 H5R 型禽流感抗体结果显示，自2018年开始，连续4年阳性率拢高达4成以上。不过，第年防扑杀的鸡仔，却敢若占2鸡总量较无1%。对真实数据推测，
官方所掌握的疫情资料，恐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马两家的禽流感吼，只要是莫有食了，莫有生产，哦，搭换毛，互伊休困，休困过来吼，再个生孩子，这段期间过过啊啦，不过会无两啦。用人工强迫换毛等病假自行恢复，敢若是业界惯例。外界质疑政府无法度实际掌握鸡卵产量，危机处理有较慢。政府在调查禽流感，可以到牧场去做监测，而不是说可能真的禽流感已经爆发了，电话回报说哦，我产量一切正常。政府其实10年前就想说要用预警来做，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很成功的做过，到目前为止，所以你就常常一天到晚在听到这个蛋价起起伏伏。这场欠卵危机，让全民关心台湾卵鸡产业的困境和问题。家母为人类提供好食的鸡卵，咱敢有好好对待因？几啊万只鸡母母真垃圾，平均3、4只一组，真是真矮的人内，连要叮当拢有困难，更加免讲要甲市购拍开活动筋骨。这是全台超过7成3000万只鸡母的必参处境。母鸡一辈子，它真的跟连张开翅膀的空间都没有，那它一辈子就不断的大便在它下面，然后氨气不断灼伤它的呼吸道。这样的母鸡它不健康，它不可能生出一个比较好的好蛋给我们。2012年后明全面禁止用鸡仔形来饲卵鸡，唔但考虑到动物福利，对防疫观点来看，传统开放式的饲法。对外接触频繁，真歹抵抗疫病。鸡仔身心长期受到压迫，健康状况无好，生出来鸡卵品质敢会有问题。他们的动物天性跟他们的自然行为，你一定要满足它，那它才有办法维护自己自身的健康。我们一辈子让它成为一个很病弱的载体。禽流感到现在还不断在进行基因重组，不断的变异。这边有一个喷雾消毒，我们这边会待7秒，确认消毒完毕。台湾饲鸡业需要转型，采用小组继续采用中华丰苑这个友善的鸡条。若想要进入鸡条，都要先经过真侪关卡。我们要再换另外一双鞋子，因为避免把外面的病原菌再带进鸡舍内。伊是28岁陈冠廷。2020年，嘉隆会带5000万起自动化鸡条，采取人道平地养饲，按照鸡仔习性打造友善环境。这个是栖架，在晚上的时候供鸡只休息之用，所以我们是仿照比较自然的环境，让它们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它在生蛋是不是？它在孵蛋。不管什么动物，它的习性在生产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希望是在安静、隐秘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个原理去做出一个巢箱。饲鸡仔收集鸡卵全部是自动化，省真侪人力成本，减少直直出入、有疫病传染的风险。健康的鸡有健康的蛋，也能保障消费者在市面上买到的蛋是安全无虞的。2022年，台湾发生上严重的欠卵危机，卵鸡予政府禁止起价。我老实说，我觉得他对什么事情动涨啊，对什么事情我其实都不是很赞成。涨价有一定的原因，当你没有去解除这个原因的时候，后续一定会付出某些代价。农委会想要补救，推出2+3卵价补助。如果要完全把产销这件事情，就让政府用补助的方式做，就会像现在一样，过去10年。一天到晚看蛋价太低，你每天会听到这样的事情。产精进了，那销也要精进，然后消费者其实就是一个最大赢家。去年以来，鸡卵包销制计效无透明，真需要赶紧转型。咱台湾那不如成立一个较大型的集货场，卵箱要载卵，你去集货场载，较有法度去顾伊的品质。各有动物福利嘛，需要继续进步。从人民的饮食安全、动物福利、疫病的控制、环境的污染，光是这4个层面，我们台湾的蛋鸡的产业真的需要急速的改革转型。消费者嘞，咱又个学到啥？消费者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一窝蜂，人家说什么没有你就去抢什么。平常日常需要多少，然后去采买你要的量，不要过度的囤积。
小小的一粒鸡卵，为咱的生活带来真大冲击。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和产销转型，拢需要赶紧处理。长期无受注重的动物福利，更加需要全民关心。2022年，真实的欠卵开始了，互人无法度放袂记伫。